总统蔡英文伫4年前以817万票史上上悬的票数连任成功，以即前8年明年5月就任。就任之前呢，有作家记者联合出一本写总统蔡英文的册《时代安怎转弯》。伫实册发表会顶悬呢，搁再邀请亲近蔡总统的幕僚，也就是前文化部长陈丽君，也搁有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来座谈，讲因所看到的蔡英文。蔡政府执政要8年，路任进前，3位当代文学作家、记者同齐写出这本册，描写台湾头一个查甫总统蔡英文，记录这8年以来蔡总统执政的点点滴滴。伫新册发表会的座谈会顶悬，亲近蔡总统的幕僚萧美琴、陈丽君，互人邀请来对谈台湾这8年当中的转型甲未来的可能性。陈丽君特别感谢总统蔡英文信任伊，甲文化政策的基础工程交予伊来做。我那份白皮书也是写得很硬啊，要做很多立法、很多组织的改造，然后这个好像设立文策院啊，或立文基法等等啊，都是很打底的工作。那4年他没有要求我要马上有什么短期的亮点。我们看到民间文化力的爆发，台湾有台剧、国片，像文化科技，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台湾现在开始说台湾艺术家的故事。作家张惠晶伫册内底也有写到，伊希望利用这本册探讨台湾伫蔡英文执政8年了后，伫世界上有啥物新的位置。针对台湾成做亚洲头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，萧美琴讲，伫台湾推动婚姻平权的时，政党受到真大的攻击，甚至有党员面临互人罢免的危机。但是落尾推动成功，伊踮美国做代表的时，通骄傲讲出台湾是亚洲上进步的社会。不过萧美琴也讲，伫过程当中，蔡总统爱协调、爱凝聚共识是真无简单。需要对社会共识的凝聚，尤其是高度对立的议题。至少我看到的蔡总统，他是一个沟通者他是一个意见的整合者，他是一位协调者。那当然，最后他也是决策者。蔡政府执政这8年，有拄到新冠疫情气候变迁这个大议题。萧美琴讲，蔡总统时时斟酌世界局势，替台湾做好准备。陈丽君也想起过去参蔡英文开会的时，面对无同的意见，伊要是斟酌听，才做出判断。也若这本册也访问蔡总统身躯边35个政务官、幕僚，讲出因所看到的蔡英文。记者郭文成准由台北报道。